从米养查了拿了皮。就拉多嘞那高兴嘛，怎么办的说拉面嘞？gata不怎么办的拉面嘞？高兴嘛，怎么办的说弄嘛吃一上面就嘛能那说呀嘞？gata不怎么办的啦，弄嘛吃一上面就嘛能打拉呀嘞？我做开拉面咯，我下开拉面，还有嘞嘞，一三个，你在嘛我嘞，一上面你在弄呀嘞，会人民不啊，一点拉里嘞，都不要多加通，一点拉呢，一毛拉呀嘞，都大多多加通的，是嘛？怎么判的说嘛我嘞，一上面就嘛能的说呀嘞。gata不怎么办的啦，一上面就嘛能打拉呀嘞，我搞拉呢，一点拉一毛拉呀嘞，都打多少家通。是嘛，他对嘛一起签着这个打来。对啊爸，就拉哩那，爸你那有么好的呢哈？那不头呢，就到打来，哎呀，查拉那爸家家里的。那我个大人是嘛，判的说我不把大啦，我会一点啦唔大一毛呀嘞，买一面弄，一上面弄啊，就当秋我嘞，买一面弄，就当秋我嘞，一上面弄你在弄家嘞。一上面话，你在我嘞，买一面话，你在弄家嘞，买一点啦呢，我在弄嘞家嘞，买一毛就我在弄嘞家嘞，多葫芦家通，就一点啦就嘛，我买一点啦就呢，一毛家嘞，多葫芦家通的，多大葫芦家通，吃不到。吃多股嘛咯，我吃多你个要卡个就把那股家呢都落大股嘛咯边。个叫会把嘛把来唔过呢，你都落家嘛冇嘢都得，you know。嘛，吃了蒙古那都落养眼，又还叫那股吼，都落股嘞，干嘛也从干嘛了蒙古嘞股嘛咯边。讲吃了蒙也几了蒙古嘛咯。个全部蒙来了，我讲咯，个别在哪个路个咯，个别在哪个路个，也啥个你在蒙来个别在我个当里的，一上面呢，你在弄家来咯，瞧到大回家，个在蒙又在毛家来到大都家的，我到大。那牛头路还没有弄体检没有弄面牛到的嘛怕讲牛然后到我们家头路还有我做嘛叫拉多嘞那我做都我等下的